么情况？我第一次看到你穿成这样哎！我生日当然好好打扮一下了。这次我听说他只定了个时间，连场地都是你定的，你不生气，反而还要打扮给他看。我要说，场地是我要定的呢。为什么？你等会儿就看戏吧。哎，你很不对劲哦。唐耀峰出轨了。不是让你等我吗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不是你说这样比较刺激吗？你还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这都是你安排的。场地是我租的，难得我舍得花钱，就是看中了这面大窗户，方便看你们俩的表演。薇姐也是你叫过来的。没错，刚才用你的手机给他发的消息。这算什么呀？替邓丽出气？是为我自己。唐耀峰，你真的觉得我傻是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所以你早就知道，你装不知道，就是为了今天让我们当众出丑。别把你自己想得太重要。林雾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？还不是你每次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。你想过照顾人吗？你撒过娇吗？你懂什么叫温柔吗？我到底是你男朋友还是你竞争对手？你自己也不知道吗？真是好笑，你出轨还有理由了？论换人，我可比不过你。你要点脸行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都给我闭嘴！薇薇姐，你还欠一个道歉吧？给你。是对邓丽，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我还真是没看出来，你还挺讲义气的。照片想发就发吧，反正不会对我有任何的影响。但是这个人，我想开就开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为你今天的行为跟我道歉，要么从方达离开。喂，张总你好，请您把我们下午已经谈好的事情跟薇薇姐说一声。张总有话跟你说。委婉，我简单说一声啊，下午林小姐给我打过电话，想从我的手里买走方达的股份，开的价格非常合适。现在呢，她就是方达最大的股东了。祝你们合作愉快啊！你买了方达股份？跟你没有关系。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为今天的事情道歉，要么我请你离开方达。哎，这么快就走了吗？不喝点香槟吗？